声音太小了。是将军。这个一直把小的。这就直接要直接调啊！正面随意出来的感觉是。拿一把嘛？拿不到了，没拿包包。这个好。来给那个你在哪买的？什么？我在这个张家一号门口。马上，我这吃个东西嘛。这个是那叫啥？马老师吃嘛？叫马老师吃嘛？就做面做的。猫耳朵吧是。哥，要不要喝橡皮壳？哎，我去买一个。不用，谢谢，马上走了，马上10点半了。10点多了，马上回家了。跳嘛，你跳不跳？你跳歌声没懂吗？你的歌声蛮好听。哎，俺弟的。或者你，刚我直播间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